西方空談 AI 威脅，深圳機器人已經改寫世界。各位老友，當西方仲喺度糾結 AI 會唔會威脅人類嘅時候，深圳嘅機器人已經靜悄悄咁改寫咗全球生產線嘅規則。清晨，落序嘅夸父為同事遞上咖啡，溫柔開啟新一日。越疆嘅 Double Atom 嘅靈活轉身，精準將爆谷倒入盒中，而優必選嘅人形機器人正以7×24小時永不停機嘅狀態，喺未來極黑比亞迪嘅生產線度組團實訓。你新買嗰部新能源車，好可能就有啲乜嘢添磚加瓦。更令人驚喜嘅係，原像科技用 AI 將 3D 內容製作壓縮到分鐘級。國慶假期讓遊客帶上頭顯，即場夢回大堂。呢啲唔係科幻片，係深圳企業嘅日常。作為一個長期關注科技投資嘅企業家，我特別留意到夸父嘅國產化率達90%以上，越疆已喺全球部署超過10萬台，優必選更加獲得車廠超過500台嘅意向訂單。呢啲數字背後係中國從核心技術到應用場景嘅全面突破。呢個唔係機械替代人類，而係中國製造正做緊定義全球人機協作嘅新標準。從10年前嘅追趕者啦，係到今日嘅定義者啦，係深圳機器人產業嘅崛起啦，折射出中國科技創新嘅深層邏輯。優必選嘅3分鐘自主換電系統，越疆嘅雙腦決策能力，原像嘅2550億參數開源模型，每一項技術突破都係用實力贏得世界嘅尊重。當西方停留喺理論爭辯，我哋已經用實踐俾出咗答案。科技嘅溫度從來唔係冰冷嘅機器，而係佢可以真正改善我哋嘅生活。創新中國人必將書寫下一次技術革命嘅標準。我係 Fanny，識得睇科技，更識得睇未來。全球嘅生活智慧，我哋一齊慢慢傾。